策发部今仔日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内底超过2000笔资料，拢是来自200多个政府机关，收的拢是有台湾文化特色的资料集。也教育部这边嘛有提供无共本土语言的资料予工程师，希望会当训练出更较接近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 这批网络打文车主的电动奥多麦乌白叉，互人打条啊，纸条啊顶面写的小电驴是中国用语，虽伫咧网络引起讨论，也引起批评。侪少年囡仔因为受到社交软体、影音文化影响，会伫咧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用语 ，AI 长时行。台湾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因为华语的资料拢是用简体字较侪，为着要互 AI 模型的训练贴近台湾的语言和文化，司法部拜三也发布。 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那其实以国际上来讲的话，目前能够取得的中文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它很大程度我们担心它会偏向于就是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是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中文语料。这届司法部的 AI 训练资料库内面有超过200个政府机关投入，2000多笔的资料，超过6亿个资源。教育部也提供客语、台语、原住民语的资料，予工程师使用，帮助训练出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我们这一次有上架的资料有包含就是台湾台语的语料库的原生语料的整理版，那另外一个呢是台湾台语常用的字词典的资料。 司法部表示，现阶段的资料先对中央政府来收集，后一步会邀请地方政府来加入在地讲法，未来也会找民间的学者共同讨论。望未来有一天 AI 会当真厉害，甲用无共的本土语言 Q 口来推动台湾主权的 AI 发展。记者李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